迎收看11节的感动时刻。提到了客家的蓝染技术，它是利用天然植物、石灰和水制成了染料，不但呢是纯手工，花样也是独一无二。在苗栗有一间工作坊，老板不是客家人，但是爱蓝染，爱到自己种植原料、染布、设计商品，大受好评。还有染布 DIY 的教学，同时吸引了很多的外国观光客上门。三义山中的世外桃源，就像客家小聚落独树一格，而里头的蓝染工作坊更是吸引许多游客到访。不同的技法让染布有了不同的花纹点缀，而让客家蓝染在三义发光的是老板卓明榜。它不是一条手帕，它代表的是一个产业成长的那种。他不是客家人，但是来三义10年了，爱上客家工艺，所以发扬蓝染技术。而为了替品质把关，从染料大青的种植到制成染剂、染成布，这些都是在小屋里由员工自己完成。大青种植开始，自己染布，然后自己有设计师，然后自己设计自己的东西啊。所以我的产品基本上我是可以跟各位讲说，它是真正的叫台湾的。从蓝染工艺可以看到客家先人的智慧，但步骤相当花功夫。它是绿色的哦，那你会看它在大概像天气这么好的话，应该1分钟以内会慢慢的变成蓝色的。光是这个还原氧化的动作，来回就得要20次以上，如此一来，蓝色才能够附着在布的纤维上。好，这样还原氧化，不管是厚薄，大概都要20-30次以上。因为这一条线看起来复杂，但是要体验蓝染之美，并不是遥不可及，因为这里可以让游客 DIY。手要轻轻的按摩它，这样拆开以后，图案就出来了。而要让白布染上多层次的蓝有多辛苦，游客自己动手做才会知道。要让大家爱上蓝白晕染的魅力，他们还得要自己请设计师驻点开发。衣服、丝巾，各式各样的小物，让蓝染更生活化。卓明榜的坚持，让蓝染从传统走向现代，用文化带动商机，也为蓝染的产业注入不一样的生命。时间的脚步烙印静静的蓝，在三义林中翻翻，只见一整片大青，揉捻还原氧化，重组客家的底蕴，唤醒绝美的感动时刻。